嗱，想要喺聚餐嗰陣時，你係要做到突圍而出咧。嗱，大紅大紫一定唔少得佢噶啦。嚇，帶咗水晶咁耐都 feel 唔到能量，我相信唔係水晶嘅問題，係你嘅問題啊！唔緊要，上嚟揾我 Peter Sir，我一定教你可以 feel 到能量。有 fans 又問我好有趣嘅問題，Peter Sir，我將會同一啲好朋友聚餐，咁帶啲咩水晶咧可以突圍而出咧？嗱，咁當然啦 ，Peter Sir 就擺咗喺台面一啲同大家分享啦。有陣時我哋咧同朋友一齊咧嗰個點解咧？我哋會喺一個能量場互動令到人咧一見到你咧係特別咧有魅力啦有領導能力啦咁所以咧有啲水晶係呢個係好緊要，例如咧太陽石咁代表個陽光、快樂、自信一出場咧就令到你自己有種氣勢喺度。好啦，跟住咧我亦都會推介啦，我好中意嘅師傅開咗光嘅水龍珠，因為點解？師傅咧灑咗聖水啦，念咗啲經文，咁有啲祝福嘅經文，希望你可以點講人緣更好啦，有靈感啦，有動力啦。嗱，其實咧之前我有介紹過一個 fans 嘅，咁佢喺呢個場合咧就係帶咗水龍珠咧，佢係遇到一啲新嘅朋友，仲可以大家咧合作做到一啲神奇嘅一啲生意，係好開心大家要記住咧，聚人多時聚氣咧氣場係會集。如果你能量本身係高咧，好容易俾人咧扯咗啲能量去嘅。咁所以我哋自己咧自身嘅能量一定要做到好足，甚至乎如果你好擔心嘅，你右手可以帶啲黑碧璽黑曜石將啲自身嘅能量咧射咗去，又會更好。所以咧大家如果想聚餐嘅話，不妨咧要做好準嘅準備啦，咁亦都會有好嘅收穫。